歡迎嚟到獨聽新聞，以下內容來自3月3日香港01。近日住喺廣東中山嘅陳先生，因為一條高達1000萬億元嘅欠款記錄，引發廣泛關注。儘管銀行事後承認當事人從來冇試過過期還錢，但係長達28個月嘅徵信異常，令到身為企業主嘅陳先生陷入資金鏈斷裂嘅情況，有600-700萬元嘅貨物被迫以打折清倉嚟支付欠款。綜合紅星新聞界面新聞嘅報導，近期中山市美玉製衣有限公司嘅老闆陳先生喺社交平台發布影片，話佢喺雲閃付 App 查詢咗光大銀行嘅樂惠金準貸記卡嘅時候，赫然發現佢嘅欠款金額竟然高達1000萬億元，唔止超越咗全球任何一家企業嘅負債，甚至超越咗中國年度 GDP， 直接導致佢嘅個人徵信報告出現逾期標記。而雲閃付就話數據係由合作銀行實時傳輸，而光大銀行嘅知情人士就話陳先生其實冇過期交錢㗎，但係對於系統錯誤嘅具體原因就話都唔知喎。雖然徵信後來恢復返，但係佢嘅工廠資金鏈就出現咗問題。喺呢個期間，陳先生係冇法從其他銀行借到錢啦。為咗支付工資同埋供應商嘅欠款，陳先生冇辦法唔將佢價值600-700萬元嘅倉庫貨物賤賣處理嚟還債。陳先生好無奈咁話，其實佢都有28個月冇辦法貸到款，所有嘅銀行都拒絕審批，都話係嗰張樂惠金準貸記卡逾期記錄導致㗎。陳先生話佢要求賠償相關損失，但係光大銀行只係提出支付大約3萬蚊嘅賠償。陳先生話自己因為呢件事損失好大，影響咗工廠，要求對方至少要賠償200萬。而據界面新聞報道，有銀行人士分析認為1000萬億嘅欠款應該係系統錯誤導致。雖然唔知道具體問題出喺邊度，但係從事件嘅時間線上判斷，喺陳先生嘅事情發生之前，中國人民銀行已經注意到相關問題，並且曾經下發提示函，要求銀行做好相關標記嘅識別。但係銀行授信高度信息化，徵信系統信息喺銀行授信權重之中佔比好高。徵信系統有任何問題嘅話，信貸員都唔可以單憑提示函就可以突破到授信審批嘅紅線㗎。以下內容來自3月3日有線新聞。近日網上流傳九龍一間官立中學有學生涉嫌參與內地嘅虐貓活動，向貓義工發送大量虐貓圖片同埋影片，內容非常之暴力。警方回覆記者查詢嘅時候表示，今日喺深水埗富昌村以涉嫌殘酷對待動物拘捕咗一名14歲本地男童。教育局就話非常關注事件，已經即時向學校了解情況，而校方正按校本訓輔機制嚴肅跟進。警方表示，接獲報案指喺網上社交媒體留意到一則貼文，懷疑有人發佈涉及對貓隻進行殘酷對待嘅片段同埋相片。深水埗警區刑事調查隊第10隊對呢件案件展開深入調查之後，今日喺深水埗富昌村拘捕咗呢一名14歲本地男童，而該男童目前正被扣留調查。警方強調重視所有有關殘酷對待動物嘅案件，絕對唔會容許任何形式嘅殘酷對待動物行為。殘酷對待動物屬於嚴重罪行，一經定罪，最高可以處以20萬元罰款同埋3年監禁。內地傳媒報道話，自從舊年12月起，內地多個貓義工同埋動物救援嘅微信群組突然被不明人士湧入，佢哋發送大量涉及虐待貓隻嘅影片、照片，嚴重影響受害義工心理。多名義工事後報案，目前上海、成都等警方都已經立案調查，而東莞警方亦都拘捕涉事群組嘅管理員。報道引述內地嘅貓義工話，呢一類詐群嘅行為係有組織、有策劃，佢哋特登開設群組扮成愛護動物交流，實際就喺群內交流甚至販賣虐待動物嘅視頻。而虐貓組織內層級分明，內部核心成員會喺互聯網上面搜集可以公開加入嘅動物救援微信群組，然後制定執行計劃，喺特定時間點將群組嘅二維碼分發俾其他嘅外圍成員，約埋一齊炸群。而最令人擔心嘅係，參與者之中有好多未成年人士。而據網上流傳嘅貼文，其中一名喺九龍一間官立中學就讀姓李嘅香港學生，懷疑係虐貓群內嘅核心成員，負責指揮同埋教唆其他成員虐待貓隻，並且拍片炸群。貼文又話，該名學生日前喺口岸被捕，原本係判處罰行政拘留5日，但係因為年齡問題等等，未知有冇執行到。貼文曝光之後引起公憤，紛紛留言表達憤怒同不安。
而教育局喺回應記者查詢嘅時候，亦都話非常關注事件，已經即時向涉事學校了解情況。而發言人亦都指出，當局一直大力推動學校展開價值觀教育，包括生命教育，培育學生正確嘅價值觀，實踐合情合理合法嘅行為。以下內容來自3月3日《Pulse Hong Kong》最光者嘅報導。喺中東戰雲密佈之際，伊朗女子足球代表隊就按原定計劃遠赴澳洲出戰亞洲盃。首場分組賽以0-3不敵上屆亞軍南韓。賽前奏國歌嘅時候，伊朗所有球員同埋教練都只係保持微笑，未有跟住唱。片段喺網上流傳，被輿論視為對神權政府表態。大批網民大讚球員好勇敢啊！伊朗國家隊出乎外界所料，喺戰火陰霾籠罩波斯灣之際，按原定計劃飛往澳洲參賽。星期一首場分組賽喺昆士蘭嘅黃金海岸對陣南韓。伊朗總教練扎花利喺賽前嘅記者會上被問到對於新一波戰事以及哈梅內伊喪生嘅睇法時候，拒絕回應，話球隊需要集中應付比賽。南韓歸為上屆亞軍，最終就以3-0輕取伊朗隊。不過外界嘅焦點並唔止落喺賽果上，亦都包括伊朗全隊球員以至領隊喺賽前奏伊朗國歌《東方太陽》嘅時候，未有跟住一齊唱，全程都只係保持住微笑。伊朗女子國家隊罷唱國歌嘅片段隨即就喺社交平台流傳。英國每日電訊報亦都有轉載影片報導，大批網民留言向伊朗球員致敬，話佢哋冒險表態，亦都祝願伊朗球員早日唔使再戴住伊斯蘭頭巾比賽，同埋可以建立民主體制。今次並唔係伊朗足球隊首次罷唱國歌。2022年卡塔爾世界盃舉行嘅時候，就正值伊朗民眾因為少女阿米尼懷疑被宗教警察打死而觸發嘅示威浪潮。伊朗男子隊當時喺首場分組賽對陣英格蘭之前，同樣都罷唱國歌抗議。最終伊朗國內一名異見球星被安全部隊拘捕，被視為伊朗政權對球員發出警告。球員其後亦都無法之下屈服，喺之後嘅比賽都唱返國歌。以下內容來自3月3日 Yahoo 新聞。阿富汗塔利班當局頒布新法令，列明男性毆打妻子，只要未有造成骨折或者留下明顯持久嘅傷痕，就唔構成嚴重罪行。同時將男同性戀列為可以判處死刑嘅罪行。人權組織形容措施令人震驚，憂慮女性尋求法律保障嘅空間將會進一步收窄。綜合外媒報道，有關法令喺上月頒布，近日經過阿富汗一個人權組織取得並且公開原本嘅普什圖語版本之後，內容先至曝光。呢個係自美國同埋盟友喺2021年8月撤離塔利班重新掌權以來，當局首次以明文形式列出相關刑罰。根據文件內容，如果丈夫毆打妻子導致骨折、出現開放性傷口或者身體出現瘀傷，而妻子向法官申訴，丈夫就會被視為違法者，法官應該判處佢15日監禁。相比之下，法令對於虐待動物嘅懲處更加重，如果有人強迫狗隻或者鬥雞打鬥，就可以被判處5個月監禁。法令亦都容許父親因為子女冇祈禱等等行為施以懲罰。如果教師毆打學生至骨折，將會被革職。阿富汗現行嘅伊斯蘭教法同時規定，女性嘅證詞法律效力係男性嘅1半。當地女性如果冇男性監護人陪同，係唔可以外出。人權人士指出，喺上述限制之下，即使遭受嚴重家暴，女性亦都難以尋求司法協助。塔利班強調，所有裁決都係符合伊斯蘭教法，並且具宗教正當性。不過，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喺日內瓦人權理事會會議上表示，有關法令等同將針對婦女同埋兒童嘅暴力行為合法化，並且形容阿富汗正成為人權嘅墳場。佢指出，當地婦女同埋女童正面對基於性別嘅極端歧視同埋壓迫，情況近似種族隔離制度，只係以性別劃分。自塔利班重新掌權以來，阿富汗女性嘅權利持續倒退，女性幾乎被禁止從事家庭以外嘅工作。超過200萬名女童同埋女性因為禁止接受中學以及大學教育嘅措施而失學。法令同時收緊對異見嘅打壓，任何侮辱塔利班最高領袖阿洪扎達嘅人士需要受39下鞭刑同埋1年監禁。
而羞辱高級官員嘅就可以被判6個月監禁同埋20下鞭刑。法令亦都授權法官或者伊瑪目對宣揚違反伊斯蘭思想或者類似涉及盜竊、同性戀、異端、巫術以及任何非正常性交行為者判處死刑。呢個人權組織嘅代表亦都表示，有關法令係違反最基本嘅公平審訊標準，包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嘅原則。婦女權利活動人士就表示，唔少女性致電求助，對前景感到絕望。佢話喺相關法律實施之後，丈夫幾乎掌控一切，女性即使報案，亦都難以獲得公正處理。以下內容來自3月4日Yahoo新聞。網絡世界從來都唔缺創意料理，繼早前嘅藝海膽混搭食法爆紅之後，近日外國社交平台又興起另一款叫做 Chips Salad 嘅簡易沙律，用薯片取代傳統嘅配料薯仔做主角。呢股風潮最近亦都傳到嚟香港，余美仲親自拍片實測，將佢命名為薯片撈起，直言係2026年佢食過最好食嘅配搭啊！所謂嘅 Chips Salad 做法非常直接，只需要準備一包任何口味嘅薯片，配上青瓜、蘋果、洋蔥、火腿同埋蛋黃醬等等嘅常見食材。首先將薯條用手碾碎，再將其他材料切粒，放入薯片袋裡面，再加入蛋黃醬撈勻就得啦。成個過程唔使加熱，又唔需要複雜嘅調味。重點在於利用薯片本身嘅鹹香同埋脆感，混合清爽嘅蔬果同埋濃郁嘅蛋黃醬，就可以製作出一款又脆又香嘅沙律啦。又因為做法簡單又好玩，迅速喺外國網民之間流傳。余美實測試食之後話有驚喜啊！薯片碎吸收咗蛋黃醬之後帶點柔軟，同時又保留翻部分嘅脆感。青瓜同埋蘋果就提供咗清甜同埋爽口嘅層次，洋蔥就增添咗新香，整體口感都好豐富。佢仲話呢一款薯片撈起係自己今年食過最好食嘅配搭，仲分享心得話如果加埋芒果應該更加美味啊！雖然唔係人人都接受將零食做沙律，好似唔係咁健康咁，但係從網絡熱度可見，呢一種打破框架嘅創意食法，正正迎合咗年輕人鍾意嘗新嘅飲食文化。讀者們有興趣都不妨一試啊！以下內容來自3月4日AM730。伊朗國營傳媒報道，革命隊喺星期一宣布已經封鎖霍爾木茲海峽，警告將會對任何試圖經過嘅船隻開火，又揚言將會攻擊石油輸送管，唔會俾一滴石油離開中東地區。美國總統特朗普喺星期二喺社交媒體表示，美國海軍將會護航途經霍爾木茲海峽嘅油輪。國際汽油價格一度升咗近1成，喺特朗普表示為油輪提供護航之後，油價收市升幅收窄。油價方面，布蘭特期油曾經升近1成，一度觸及每桶85.12美元，之後就回落，收市報81.4美元，升咗4.71%。較早時每桶係報82.2美元，而 WTI 期油亦都曾經升近1成，一度觸及每桶77.97美元，收市報75.54美元，升咗6.05%。較早時每桶係報75.1美元。摩根大通表示，即使霍爾木茲海峽只係受阻3至4星期，亦都可能令到海灣合作委員會嘅成員國關閉石油生產，並且將布蘭特原油價格推高至每桶100美元以上。摩根士丹利就將第二季嘅布蘭特油價上調至每桶80美元。花旗銀行嘅分析師亦都預計，布蘭特期油喺未來一個星期將會徘徊喺80至90美元之間。而彭博早前就分析話，霍爾木茲海峽被封鎖將會令油價上升至每桶108美元。高盛研究報告就指出，中東局勢令到布蘭特原油每桶價格上升約10美元。新華社亦都發表題為《美以伊戰事如何影響全球經濟》嘅分析文章。佢表示，伊朗係繼委內瑞拉之後，美國今年對主要產油國實施嘅軍事行動，但係呢次嘅全球市場影響遠大於前者。以下內容來自3月4日AM730。美國同埋以色列聯手對伊朗發動攻擊，擊殺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等等多名政要，凸顯美國同以色列事前掌握嘅情報極度精確。外界盛傳伊朗係被內鬼滲透，仲有消息話以色列特工扮成牙醫喺伊朗官員體內植入追蹤器。即使聽落有啲離奇，但係令人聯想到之前以色列針對黎巴嫩真主黨嘅傳呼機爆炸案而深信不疑。
猶太倡議組織 Israel Now 嘅總監喺社交平台 X 上面表示，以色列喺2月28日當日掌握咗軍政高層確切位置之後就發動攻擊，短短幾分鐘就擊滅咗400多名伊朗軍政精英。佢爆料話，以色列情報特務局摩薩德早幾年就偽裝成牙醫、腸胃科醫生等等滲入伊朗醫界，主要服務政治、軍事等等各界嘅精英人士。由於高階將領多數都享有專屬嘅優先醫療服務，特工就藉由植牙、檢查或者各類手術嘅機會，將微型追蹤器植入目標體內，進而引導飛彈發動毀滅性攻擊，推斷哈梅內伊嘅行蹤點解可以被準確掌握嘅關鍵。體內植入追蹤器嘅傳聞曝光之後，即刻喺網上引發熱烈討論。唔少網民認為太誇張而提出質疑，有具備牙醫背景嘅網民就質疑牙齒嘅空間根本唔足以容納包含電池在內嘅追蹤設備，除非係杜牙根呢一類咁嘅情況。不過仍然有大批網民深信不疑，認為追蹤器唔限於植入牙齒，亦都可以係人體嘅任何位置。並且有人將傳聞同先前震驚國際嘅黎巴嫩真主黨傳呼機爆炸案相提並論。佢哋相信以色列特工無孔不入。至於體內植入追蹤器呢個傳聞，仲未獲得獨立機構或者伊朗官方證實。以下內容來自3月4日星島頭條。中東緊張局勢加劇，帶動黃金價格上升。記者今日去到油麻地一帶嘅金鋪視察，發現即使落住綿綿細雨，亦都無礙金鋪外出現人龍。有市民特登嚟賣金，認為戰爭結束之後金價可能會回落，亦都有市民趁住買金避險，睇好金價將會繼續上升。市民黃先生就特登過嚟買金，佢話之前已經買咗幾兩，並且睇好金價會上升，佢認為打仗就會升多啲。對於戰事一旦喺短期內結束，金價可能會回落，黃先生就強調自己並唔係短線炒賣，而係做長期投資，所以就唔擔心短期波動。佢亦都解釋戰爭只係其中一個因素，並唔係佢投資策略嘅全部。本身有定期買金習慣嘅謝小姐就話有留意到伊朗局勢，但係認為對金價影響有限。即使戰爭結束，金價下調嘅空間亦都唔大。佢認為跌都唔會跌到好低，唔會跌到3、4字頭嘅。不過亦都有市民選擇趁住金價高企就嚟賣金。市民伍先生表示，金價早喺衝突初期已經有所上升，而近日伊朗局勢更加進一步推高金價。佢預期金價喺戰事結束之後一定會回落，所以決定趁高位沽貨獲利。佢亦都憂慮戰事迅速結束會導致金價回調，所以佢今次就將所有持有嘅黃金賣出。同樣嚟賣金嘅郭先生就話，金價高企係決定賣出嘅主因。佢話而家高就賣咯。佢擔心戰事一旦結束，金價可能會回落，所以就趁高位先行獲利，將手頭上持有嘅黃金全數賣出。另外，市民譚小姐亦都選擇趁高價賣金。佢話留意到金價因為打仗上升，所以趁而家高咪賣咁啲咯。而家想自己啱啱得閒就過嚟處理咗先。佢話今次主要係將部分嘅黃金套現，但係仲會保留一啲作保值之用。如果你喜歡我哋嘅內容，請訂閱、分享同埋讚好我哋嘅片，俾啲鼓勵，等我哋更有動力做好呢一個頻道。